位姐妹，今日係農曆嘅3月3，廣西唱山歌嗰，我哋湛江硬有年嚟食住嘛嗬。開葱，有雞有鴨嗬。係，走。之後攞個家姐，我係現嫁，從界炮嫁到沙鼓，開車只需要15分鐘嘅路程。一講起沙鼓，你哋諗到係乜嘢啊？我諗到個就係沙鼓嘅脆頭皮啦。到地之後攞嘅家姐屋企係開鋪仔個，擁有一個鋪仔係咪係你哋細蚊仔時候嘅夢想啊？喂，靚女，有咩燒口食嘛？你有咩食咯？糖膠，糖膠有噶，我中間有豆米噶。整條試試。好。喺遊神嘅嗰一日，每家每戶都會擺上幾台，宴請親朋好友，歡聚一堂，共同慶祝年例佳節。食完飯嚟攞我之後攞去睇人遊神，聽講今日係10幾條村一齊遊噶嘛，好多人好熱鬧，一齊去睇睇人家打招。年例作為我哋湛江嘅傳統民俗，條條村都會好重視個，佢包含遊神、舞獅、舞龍、敲鑼打鼓等等。年例遊神不僅係粵西人對風調雨順、國泰民安、五穀豐登、美好生活嘅向往，更係我哋湛江人對傳統文化嘅傳承。人家油未到啫，又未到嗰條村咗，未到嗰條村就嗰個。聽講今晚黑要到11點鐘冇打到10點鐘啦，開始打折。我這一村呢係最後遊個，太遲嚟就冇睇地。回屋。